你看，你看，佛教讲，本来儒家那个遇到亲人死亡都会大哭哦大动作，情绪很激动的，很悲伤、很悲哀的。但是佛家，你看，佛家的教导就变成不要动那个死者的尸体遗体，不要哭哦，他怕他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3天才完全死，49天中阴身，但大善大恶没有中阴身，49天内就是中阴身，之后就投胎转世了。所以要修身养性，善有善报力，要赶快得三宝心化，超脱6道生死轮回之苦啊！更重要，现在大道普渡啊，三草普渡啊。